今次咧會講一講減息之後咧，對於工商客有一啲咩正面嘅影響。咁其實的確咧個市場氣氛咧係好咗好多。咁其實工商客咧一直個按揭咧喺舊年甚至今年年頭咧，其實有一啲大行咧都會比較保守啊。咁佢哋咧借俾工商客按揭咧，佢哋會有機會嗰個息口會比較高啦，甚至係未必可以做得到按揭。咁今次咧係銀行會放寬咗啦，亦都減息之後咧會出現咗之前有一班投資者甚至一啲用家係出嚟已經即係睇咗樓，即係覺得個市況差唔多啦，但係因為按揭嘅問題咧係未必買得到嘅。咁而業主咧亦都因為持貨嘅壓力咧，所以會出現咗一啲減價，咁令到咧個市況咧係有啲僵持。咁就係個業主想減價放賣，而個新買家咧就因為按揭問題未必買得到。咁而近呢幾個月咧就好明顯啦，咁銀行放寬咗咧，令到一啲新嘅買家咧就能夠可以做到按揭而入市啦。咁亦都因為之前係有一班用家，佢哋已經睇咗樓，亦都考慮咗一段時間。咁今次咧就因為減息，亦都係令到佢哋咧可以加快咗決定。